一首决心的歌曲《关心》，台语小天王百世之星许富凯，掌声鼓励！谢谢，非常哥，大家还有来自全台湾各个地方的朋友，大家好！耶，让我听到你们尖叫声好不好？1、2、3。对，就是要这种热情的感觉，带这一首歌《关心》。开落单，我说未来不是梦，不管我两袂予人看笑亏，不管理想剩偌多，认真打拼的决心，成功的证明，莫论偌多人讲因仔话，不惊扛起路歹过。我知艰苦是暂时，委屈吞落去，拢做无代志，不惊一切拢失去。就算失败嘛袂当失去搁失志，爱相信家己，用心面对，总有出头的日子。我对天讲一句话。永远袂后悔，这是我人生等待的机会，一定会坚持到底。我对心讲一句话，永远袂后悔。若是苦地人碰地做，决心让你看上世。好，我希望呢，你们应该是多困脆吼，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吧，让我们马上举。对，谢谢你们。希望我有勇气，我知艰苦是暂时，委屈吞落去。拢做无代志，不惊一切拢失去。就算失败嘛袂当失去搁失志，爱相信家己，用心面对，总有出头的日子。我对天讲一句话，永远袂后悔，这是我人生等待。一定会坚持到底。我对心讲一句话，永远袂后悔。若是苦地人碰地做，决心让你看上世。会唱吗？一起唱好不好？我对天讲一句话，永远袂后悔。这是我人生等待的机会，一定会坚持到底。我对心讲一句话，永远袂后悔。若是苦地人碰地做，决心让你看上世。再一次感谢你们热情的掌声，谢谢你们！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富凯。要点尖叫声才可以啊！谢谢你们啊！今天非常的开心在这边跟大家见面啊！哪跟我大家最有名就是大甲镇南宫的妈祖庙。我本身呢跟妈祖非常的有缘，所以呢今天来到这边真的觉得。感觉都不一样，尤其就见到你们这么热情，谢谢你们，给自己一个掌声好吗？好，接着呢，我看现场有很多的大哥大姐们，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带来一连串的很好听的，你们应该都有听过的一些台语组曲，这些
经典的歌呢，我相信大家都会唱，所以呢，等一下张开你们的嘴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来，送给你们。等一下麦克风递到你们前面的时候，记得唱大声一点哦，好不好？来，这边有字幕哦。
是风雨中的路痴，路顶想想就着水，因是青春难离，不知自己要行到位去。中时旺旺集团这次在你身上发光了，因为你一下去发海报是不是永远不够？永远都不够。就马上想到旺旺，这真的旺吗？这整个都旺起来了。如果下次还有机会的话，我希望大家希望旺旺集团可以送给我旺旺仙贝分给大家。哦，那你下一次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旺旺仙贝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你的老板是黄义雄先生。黄义雄先生是我们全台湾华人地区最尊敬的制作人之一。虽然现在上去做菩萨了，可是你知道黄义雄先生跟中时的关系、跟中式的关系、跟中天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，非常的紧密的。对，所以你来这是名副其实回娘家，太感动了，很棒真的很棒很棒。尤其呢，最近上了很多中式的节目，然后也很谢谢中视给我这么多的机会，可以在这么多的地方可以曝光，谢谢。你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吗？就是中时旺旺节目。对，第一次。我也是。那这个你第一次，我的第一次，我让你重温旧梦想。其实这已经办了5年了。这5年开始，它每次都有一个主题。各位，我说的每一句话，等一下送礼物。第一个很重要的是，他们从2013年开始，那一年我们的歌这个主题就开始延伸了，对不对？再过来2014年，正好碰到了巴黎的城堡，他们就为巴黎的城堡祈福。再过来到2015年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这么好的主题，一直到2016年就需要你担纲了，因为借着音符传递我们的爱，我们的孝行，对不对？一直到今年这个主题，今天的主题是向全国致公致敬。谢谢你们。所以你现在看到的，除了拿出凯字的是你的忠实粉丝之外，没有拿到凯的，全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志工朋友。连自己的掌声太大了。所以今天的意义是不一样的。来，我们工作人员请出列，好不好？来，我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，我说我们不要只有让我们的许富凯专美于前，每一个歌手都有一份这个礼物。是这个礼物呢，我可以让大家看一下，真的是太好了。他现在被号称为全台湾数1数2的钻石级的医疗用的口罩。等一下还有没有？我也要。这个以歌迷为主，我回去再告诉你们想办法，好不好？而且这里面是30份，这么多呢，我就在想，是我们刚刚聊的内容，除了现在许富凯的朋友你们举手的之外，我以许富凯的之外的，我也优先考虑一下，好了。可以吗？如果可以，掌声好不好？等一下再轮给你啊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有凯的就有了啊，没问题。各位，我出完题目，1、2、3，你们就举手，好不好 ？OK， 你帮我看啊，我们马上就下去啊，很简单，非常简单。请问谁愿意今天一马当先？那一位绿色衣服的人来，你跟我来，这位姐姐。我这个很简单嘛，你看我每一个题目其实都很简单。我说一马当先，它真的是第一个，所以这个颜色是醒目的，就是您挺起来，我一眼就看到您了。哎呀，掌声鼓励一下！以后抽奖都要穿这一种荧光色，而且这个东西啊，这个颜色太好了，出去白天晚上都不怕被车子撞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很醒目的。我的题目来了，请问你今年2017年的主题，旺旺中时集团的爱心主题叫什么？向全国致公致敬。不要点赞，徐大派送给他很棒的全国医疗级的钻石级的口罩。你跟谁来？
我们是港区艺术中心的志工。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既然你们这一区这一盒分给大家用，好不好？因为有30包啊，每一包里有3片呐，这足够发了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好，我每一个区域都会轮到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听我今天在台上跟歌手访问的内容，也把握时间。许富凯带来第2首最佳的歌曲。带来这一首歌呢，因为最近天气要转凉了，然后呢，我希望呢，我的歌声就像棉被一样盖在你身上。我跟你讲，我看了这个 MV 了，为什么这个 MV 是一个女生，你拿着这个白的棉被裸着她，她是谁呀？我也不认识她，裸的好像是你的亲密女朋友，好照顾她啊。这是导演找的女主角。可见你对粉丝都非常照顾。对不对啊？因为他们很照顾我，所以我要回馈给他们。真的很有趣啊！那个 MV 你们有没有看？有。哎呀，真是怂不啦！因为他完全很贴切啊，就拿个大棉被抱着这个女生从头到尾唱到尾。这歌叫做《你就会》。来，掌声鼓励。这首歌呢有一个重点，后面2个字，我每次只要唱这首歌，我都会讲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如果是我粉丝，应该都知道怎么做吧。好，我们先教我们这些志工们一次好不好？宝贝，好不好？宝贝。阵阵风吹啊吹来东半半，不知遥远的伊到底打啥？伊也会知，你一定知影，痴情人思我的心情。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房间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袂留笑阮这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被，为你化作。天的鱼的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花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。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哇，好，太棒了。我希望大家呢，有个镜头呢，就是一样比这个爱心好吗？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谢谢你们。又都是三更半暝的暗暝。房间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袂留笑阮这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鱼的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花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鱼的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花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。最后一次喽，你是我最爱的。
再一次好不好？你是我最爱的。谢谢现场每位宝贝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我要宣传一下我12月底的音乐会，让歌也是音乐会。在明年呢，2018年3月31号这一天呢，会举办我的个人音乐会。希望呢，大家如果想要知道任何的讯息，可以到我的脸书许富凯，就有一些资讯跟大家说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许富凯。明年2018年几月几号？2018 3月31，然后12月底在台南跟桃园。12月底先在台南跟桃园，对，然后明年的3月在台中，中山堂，总会轮到台北来的，一定的，希望，谢谢。好，我接下来跟大家介绍这位好朋友呢，其实呢，大家都说叫他100万宝贝。